反极权，撑港挺台，反极权，撑香港，挺台湾，撑香港，挺台湾。好，各位民进党的伙伴，各位这一次来参加撑港挺台反极权的伙伴，各位媒体记者朋友，我们今天会来到这个地方。民主进步党除了本党党工职一级主管全体出动，由主席率队之外，还有非常多的委员。好，向我们辛苦各位伙伴们，大家辛苦。自由、民主、人权是世界的普世价值。没有任何一个统治者可以剥夺，也不应该是任何一个人可以自愿抛弃。所以今天撑香港、护民主，跟守民主、护台湾，我们走的是同样的一条路，在坚持自由、民主跟人权。我知道最近在台湾发生了几件相关的暴力事件、毁损或是直接的加害人的身体，我觉得这个非常的不应该，我们非常重视这个问题。台湾是一个可以让人民自由表达意愿的国家，这一点跟中国不同，跟中国统治的地方也不同。台湾政府是一个会保障人民合法权利的政府，这一点跟中国不同，跟中国统治的地方也不同。刚刚已经希望在场外围的我们的警察人员，我鼓励他们公权力，要给人民信心。所以今天虽然下着雨，我跟伙伴们，我们会坚定的一步一步的接着走，我们的每一步都是自由、民主、人权的一大步，都是普世价值的一大步。希望撑香港、护民主、守民主、护台湾，我们共同的努力，彼此加油。我们有一样的目标，所以我们有一样的力量。我们互相的连结，向世界发出我们的声音。各位伙伴们，加油！大家加油！加油！在这里是反送。好，那我们接。